前面说了很多老挝好的地方，今天我们专门说一下老挝一些比较落后，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来了很不适应的地方。也许有人能从这期节目中看到一些老挝的机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《老挝非你所想》。来过老挝的人都应该知道，在老挝公共交通是非常不发达的。像在万象首都这么大的一个城市，所有的公交车就在这里了。因为是疫情期间，公交车都停下来没有跑，而且这些公交车都是韩国和日本免费送给老挝的。老挝的出租车也是非常的少，大部分在路上跑的都是那些三轮车，老挝这边叫嘟嘟车。三轮车不光是收费可能比我们国内的出租车要贵个2、3倍，而且你坐上去以后，即使你付了这个钱，路上它还是可以再带其他人的。所以说在老挝这边私家车特别多，普通的打工者也至少都有一辆摩托车，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万象的车很少。就像我公司去到机场只有8公里，早上没车的时候，我们开车10分钟就到了。但如果是上班时间，特别是下午下班时间，我们去到机场旁边的地方吃饭，经常会堵车堵1、2个小时才到。虽然满大街的私家车，但是老挝没有像中国那种的滴滴打车。我的一个菲律宾朋友，他做了一个打车软件，不过据我了解，目前还是很少有人用。所以在这边的中国人基本都有车，至少是有一辆摩托车。这对于过来旅游的人就没有在国内那么方便。第二个我要说的是老挝的网速，不光是蜗牛的速度，还是金牛的价格。老挝虽然是在2018年就已经有了3G，在中国同步拥有的4G，但不管是3G、4G 网络还是有线网络，都是非常糟糕的。记得在2016年，因为我公司有30多台电脑，我就专门拉了一条专用网线。当时5兆的速度，1个月的价格是$1200，交费的时候还有10%的税，总价就是每个月$1320，接近1万人民币1个月的网，下载速度却慢得出奇。一个1G 的文件下载至少要30多分钟，而且网速很不稳定，经常出现故障。就算到了今天，在国内可能到处都是100兆的光纤了，而在老挝，现在3兆的网速1个月80多，4兆的1个月110，6兆的1个月120，8兆的1个月138，10兆的1个月223。可能跟我们中国相比，网速不到1/10，价格差不多贵了10倍。手机4G 套餐估计最划算的也就是6块多人民币5个G 3天。所以对网络要求比较高的小伙伴，在老挝是会很憋屈的。就像我有时候上传一个视频，明明已经到了90%了，但是它就是不动了，等你刷新一下，又要重新再来。在国内可能5分钟就搞定了，在这边有可能花1个小时还没搞定。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支付问题，在中国可能用支付宝、微信扫码就可以支付了，而在老挝这边一般只能用一个老挝的 BCEL 银行，他们有一个软件，有他们自己的二维码可以支付。在中国都已经过时的 POS 机，在老挝很多地方还是没有的。所以刷卡也不是很方便，特别是对于来老挝旅游的人，因为你们没有本地的银行账户，所以基本都只能用现金了。而且如果你们拿中国的银联卡到这边的 ATM 机上面去取款，每一笔的金额最多取到150万，而且费用要10多块人民币一笔。还有就是那个汇率也是很不划算的。所以来旅游的朋友最好是找一些比较正规的地方，先换一些本地的货币。第四个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不方便的地方就是网购。在中国，不管是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在网上购买都是非常方便。老挝的网购和网上订餐都是刚刚起步，目前也还都是现金交易，
没有用到第三方支付，要不就是货到付款，要不就是转账。一个这2年发展的比较好的熊猫订餐，它的语言也是老挝文的，所以很多中国人用起来还是很不方便。但这个对于我们中国，特别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来讲，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遇。第5点，我们觉得不方便的地方，就是在老挝办什么事情流程会比较多。不说大的事情吧，就说你买一个摩托车，买一个汽车，或者你的二手车你想卖掉，这些首先都要去村里签证明的。而且对于外国人来讲，你那种暂住证、工作证、多次往返各方面的这些证件，都会比国内要麻烦一些。比方说注册公司吧，在国内可能几天就搞定了，但是在老挝，首先村里的材料，再送到县里，再送到省里，一级一级各个部门的检查，各个部门的交费，可能一个公司注册下来，快的3、4个月，慢的可能1年。就不说那些跨国婚姻的结婚证了，就老挝人本地人结婚，他们拿个结婚证，从村里村长签字，然后再到领结婚证，也是前后需要差不多1、2个星期的时间。老挝的这各种不便，刚来老挝的你可以适应吗？你们在老挝生活和工作、旅游有碰到哪些不方便的事情，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同样，在节目的最后，还是来教大家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吧。付钱，จ่ายเงิน，จ่ายเงิน。如果我们去到哪里，想问人家的 WiFi 密码，我们直接可以跟他说 "รหัส WiFi", "password WiFi", 快、ไว、慢、ซ่า。公交车、大客车 รถเมล์ รถเมล์ 出租车 taxi taxi 3轮车 รถ3ล้อ รถตู้ตู้还记得去哪里怎么讲吗？去哪里ไปไส我想去三江ข้อยอยากไป三江需要多少钱ราคา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ราคาเท่าไหร่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下期见。